来到高雄，昨早起高雄真翕热，有2个高中生到徛家大楼的上尾楼要来吹风看风景，想袂到铁门一个撒开，就听到婴仔的哭声，就看到壁角角有一个小男婴，敢若用一块布啊盖咧，甚至参这个栽大拢要掉咧。加在这个婴仔真健康，警方即摆要全面落去探查这栋大楼所有的住户，要甲诞生婴仔的父母找出来。 昨天早上呢，有2名国中生到这个顶楼想要看风景，没想到一走过来，突然发现这边有婴儿哭喊的声音。2个国中生手来抱一个查甫婴仔，真紧张，坐电梯落去，赶紧找大人斗相共。当时来做伙帮忙的阿嬷讲，这查甫婴仔看起来大约是刚出世2天左右，无过天气遐尔热，就甲等伫个楼尾顶。肚脐都没有绑，还是没有什么？你在医院生的话，他肚脐就会有绑。 好在在医院应该互人等无偌久，就被人发现送病院。经过治疗，目前健康无问题，倒伫个保温箱内面骹手咧动。他还是会接受一些脑部的一些检查跟心肺功能的检查。到底上心遮尔响，甲婴仔等掉，这父母敢是大楼的住户咧？ 这是对查的重点。针对这栋大楼来持续锁定、加强，看是不是可以发现可疑的遗弃者。警察努力找找，不过真正唔通以为讲饲袂起，囡仔等下就有人去救。这弃婴会使以刑法为起罪，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徒刑。全台湾甲囡仔等掉，迄就是母业儿童总数。2007年有60个人，2017年降到8个人。虽然有减少，不过无完全消失。其实家长若受抚养的困难，会使向各地社会局求助，哪有种代志搁再发生？